巡發現中國的柯建存出現在咱的限制水域附近，那像是咧進行非法的水文調查。接觸漢他病毒的荷蘭郵輪，即馬調查人員懷疑講，鳥類學家因翁仔某就是感染的源頭。泰國前總理戴克辛監察貪污坐駕1年，即陣假釋出來，是有真濟人攏專工來甲迎接。大家好，歡迎收看新聞世界通，我是張曼婷。5月14日就要舉行傳習會，針對可能會講到台灣的這個議題，外交部長林佳龍是表示講，美國一直攏強調對台灣的政策袂改變，所以伊對台美關係穩定發展是真有信心，嘛繼續甲美國迄邊來保持溝通。受全世界注意的傳習會就要舉行，美中公布證實，美國總統川普會在5月13到15訪問中國。北京說明川普13暗去北京，這是舉行傳習會，川普也會參訪天團，出席國宴。15離開中國進前，會甲習近平臨茶甲工作午餐。這擺川普訪問中國，美國已經邀請回答蘋果、波音等頭家企業隨行訪問。在傳習會進前，美國財政部長貝辛德也公布展開亞洲行，10日起連續訪問日本、韓國。在這個同時，中國副總理何立峰也操團去韓國，2個人13會在韓國經貿協商。這也代表美國希望在傳習會進前將對議題協調甲立場做最後確認。另外，傳習會有了會觸到台灣議題，咱國外交部長林佳龍強調，會甲美國保持溝通，密切關注。也跟美國都保持持續的溝通，美國政府公開的發言，或者是非公開的溝通，我們都對台美關係的一個穩定發展有信心。林佳龍認為，美國主觀上無想要討論台灣，也毋過中國可能強調台灣議題。對比美國議程明確，包括經貿分攤甲中東戰爭，也毋過中國有完無明朗，中國提什麼讓什麼，但判斷定才會知影，強調台灣愛關心，也毋過毋免傷煩惱。有沒有來自於美方主動提供的訊息？不管主動被動，我們都有互動嘛，哈。但是就是說，我要講的是說，因為美方最後是由川普總統在主談吶，我們都要非常密切的關注中國到底議程是什麼。哦，說實在，我們還不是看得很清楚，因為他會從美國要什麼，好，那我們怎麼去預防或因應？美國國務卿盧比奧表示，傳習會會討論台灣，也不過不是這大重點，也表示美國政策無變。美國之音報道，美國觀察人士提到，中國可能敦促美國在對台政策用詞做過改變，為無支持台獨變作反對台獨。也毋過學者吳茂春認為，台灣問題是國際問題，美國打算是絕對袂當用武力攻佔台灣。蘋果這擺傳習會未佇台灣問題有重大突破。記者綜合報道。中國一直上空上旁要擾亂台灣，海巡發現講，中國的柯建存佇咱的限制水域附近亂踞，那像閣咧進行非法的水文調查。有專家就分析講，中國安尼做可能是要用科學研究的方式來安撫伊真正的軍事目的，趁這個機會來收集水下作戰的情報。這是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請勿從事有關海洋科學研究及海洋資源探勘等行為。海巡公布的關中國東濟號柯建存，原因是海巡測試透早查到東濟號佇吳蘭片東南方29海里附近，沿限制水域線外滴射台灣，好親像倒囥科學儀器進行非法調查作業。海巡毋能甲趕走，必須對方收回調查儀器，連4天全程監控。東濟號11早改變航向，離開咱海峽。跟反潛作戰有關係啊，海域的航道水深多深，這個呢都是和潛艦航行的重要資料哦。這個要重要的軍事機密，它就可以去判讀說，我日後呢，碰到這個疑似的接觸點，是真的潛艦還是假的潛艦哦？東濟號是中國頭一隻海洋級地靈綜合柯建存，2025年7月交付，總長81.5公尺，排水量差不多2500噸，續航力8000海里，目的是提升中國深遠海綜合科學考察能力。不過專家分析，中國柯建存可能會對台灣周圍海峽的海底地形、海流狀況、加水下噪音等做數據的收集，等於是佇水下作戰情報。不過中國嘛定定利用民間的漁船挖家掠魚，還有中國寬機輪間接出入咱國海底電纜區，致使咱的海纜真有可能防破壞風險增加。中國海警船更開始常態性侵擾金門等離島周邊水域。你未經許可進入我方水域，你的行動已影響我國海域秩序及安全，請立即轉向，
盡速離開我方水域。海巡執法無佇軟，準講是中國的海警船嘛同款監控甲趕走，堅守海峽的安全。但國民認為，中國對於台灣佇無明確的所在一直佇擾亂，其中利用民間船隻組織運行艦隊的手法，測試咱方監控甲反應能力，使人較歹預防。建議愛持續強化海巡主動的量能。記者綜合報道。荷蘭的郵輪碰到亞述號爆出漢他病毒疫情，已經造成3個人死亡。其中已經過身的荷蘭鳥類學家因翁仔某，即馬是互人懷疑是感染的源頭。這話要安怎講呢？根據調查，因翁仔某是去南美洲旅遊，不過大家攏知影講，南美洲即馬是漢他病毒相對較嚴重的地區，尤其是阿根廷。為這張時間圖，咱會當看到講，因翁仔某佇咧3月24有去阿根廷的一個糞掃場，就是為着要欣賞一種真罕見的鳥仔。有可能就是佇咧遐去嗅到空氣當中鳥鼠排泄物的空鋪幼粒，也這種鳥鼠真拄好，因的身軀內底正都是目前唯一會當人餵互人迄種漢他病毒株。後來4月7日，因翁仔某就去坐碰到亞述號啊，7日翁婿就出現發燒、頭痛、胃糟糟等等的症頭，5日了後人就過身啊。太太佇咧4月24是原本要準備飛轉去荷蘭，毋過所以佇咧機場人熊無爽快，昏去了後過轉工人嘛過往啊。調查人員即擺是認為講，即屆的漢他病毒就是為即對翁仔某開始傳染的，也即個翁婿就是即屆疫情當中的0號病人，也就是講上早感染的病例。為郵輪撤離了後，愛爾蘭籍遊客坐小隻船去岸邊，漸就停佇港口邊的接駁巴士。荷蘭籍郵輪昂德亞述號發生漢他病毒傳染了後，包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荷蘭這些國家，攏派專機載家己國家的公民轉去。94 personas han desembarcado de 19 nacionalidades. En 7 de los vuelos han ido 8 nacionalidades y en uno de los vuelos, el de Países Bajos, han ido 11 nacionalidades. 其中英國專機飛到曼徹斯特機場了後，機上乘客互人送去利物浦附近的病院檢測，佫接受上濟72點鐘的隔離。另外5個轉去法國的乘客，其中1個人已經確診，佇巴黎的比薩病院做隔離。另外4個人會佇病院進行72點鐘的隔離，接受複檢。若是無症頭，乘客會進行居家隔離6禮拜。荷蘭籍郵輪的乘客一定原來同款落飛機了後，進行6禮拜的隔離檢測。最後2台特調航班，澳洲加紐西蘭的專機一定佇當地11下晡起飛。澳洲衛生部長原來宣布，會佇皮爾斯皇家空軍基地邊的國家復原中心，予郵輪乘客進行隔離。We've taken a precautionary approach here and put in place, at least initially, a 3-week quarantine order at this centre. 但是美國已經表示，未予回國的乘客隔離。不過，回國17個美國公民當中，已經有1個人檢測結果是弱陽性。另外1個人雖然出現小可症頭，不過也無確診。這2人佇機上予人隔離佇聖母隔離倉。伊連確診的乘客到美國了後，送去內布拉斯加州醫學中心的聖母隔離病房接受監測，並進行後續的檢測。世衛組織秘書長譚德賽伊是講，建議落船的遊客為5月70開始隔離42天。雖然美國的做法可能有風險，不過未強迫各國執行隔離政策。根據紐約郵報的報道，這件傳染的0號病人已經確認是70歲荷蘭鳥類學家希爾佩羅德。伊甲加後3月底，好親像佇阿根廷烏斯懷亞一個糞掃安排場觀賞罕見的鳥仔，背後大準用的時陣，掃到有漢他病毒的鳥鼠排泄物病毒微粒。感染的人餵予人的安地斯病毒株，後續佫上船破病過身。不過當地衛生部門否認甲郵輪感染有關係。公視新聞陳思彤編譯。原來關心中東的戰事，伊朗提出上新的和平方案，不過美國總統川普是表示講無法度接受，尤其佇咧針對核武的這部分，雙方會當講是完全無共識。因為以色列的總理納坦雅胡嘛大硬強調講，除非是徹底消滅伊朗核武的威脅，若無這場戰爭絕對袂結束。美國總統 Trump 7日佇咧社交媒體發文，針對伊朗提出的和平談判方案，回應真明確嘛真強的。伊講伊甲伊朗的代表意見看煞，不過完全無法度接受。伊個講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是歹帶頭，批評伊佇咧任期內底對伊朗的政策受過冷落，甚至用專機運送數十億的美金現金去德黑蘭。
讓伊朗得到喘氣加擴張的機會。川普強調，伊朗鎮壓國內抗議，殺害無辜的民眾，伊即馬絕對袂互德黑蘭烏白來。美和談無共識，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嘛佇咧接受美國媒體專訪的時陣，表達強硬立場。伊強調，雖望美伊聯軍已經甲伊朗的軍事力量削弱啊，毋過只要伊朗國內的核設施含濃縮鈾猶閣存在，這場戰爭就無算結束。納坦雅胡嘛表示，以色列和美國的目標一致，就是必須愛甲伊朗的核武威脅清掉。I think it accomplished a great deal, but it's not over because there's still nuclear material, enriched uranium that has to be taken out of Iran. There's still enrichment sites that have to be dismantled. There's still proxies that Iran supports. There are ballistic missiles that they still want to produce. Now, we've degraded a lot of it. But all of that is still there. 川普拒絕伊朗上新的方案了後，市場閣煩惱講中東的衝突會繼續擴大，甚至會影響到全球供應鏈甲航運安全。受到地緣政治愈來愈緊張，國際油價嘛開始起，投資人避險的情緒嘛影響到美國機會指數跌落來。這場牽動全球政治經濟戰火，到底當時才會結束？短期內底恐驚閣看袂到答案。公視新聞鄭偉仁編譯。英國初次舉行地方選舉，這開票結果是互大家攏料想袂到。這回毋是執政的工黨選贏，嘛毋是保守黨重新佔贏面，顛倒這兩個大黨是輸甲甜甜甜。為這張圖，咱會當看到講，這屆這席次有增加，顛倒攏是原本一寡較細的黨。也這嘛顯示講，其實英國人對兩大黨佇遐鬥來鬥去的這種局勢是已經亞sen啊。英國的政治已經漸漸為兩大黨的局面轉做是幾路的黨互相競爭的時代。也其實2024年，這工黨才拄為保守黨的手頭，甲執政權奪走。為什麼這屆就輸甲遮爾淒慘呢？有分析是指出講，可能就是因為因後來佇咧經濟這方面的政策做無好勢，甲因輸黨時提出來政見實在是差傷濟。佮加上因後來小連續逼出一掛歹代，才會漸漸失去選票。現任的首相史凱尼，伊當然嘛，互人要求愛落台，為這屆選舉的結果來負責。不過，伊本人是講暫時無打算要辭職，因為伊要繼續來完成伊的國家復興計劃。英國首相史凱爾領導的工黨在初期的地方選舉失去將近1400議會席次，保守黨的選情同款加倍，真濟傳統票倉攏翻倍。最後推手法拉吉帶頭主張反移民英國解決黨，成組新力量，提將近1500席國會席次，綠黨增加超過500席議員席次。專家分析選舉結果打破英國傳統兩黨主導的局勢。From the results we've got so far, there's been a big shift of votes away from Labour and the Conservatives, the traditional big parties in British politics, towards reform, and I think we'll see later towards the Greens, not as big towards the Greens as towards reform. So it's a fragmentation of Britain's two-party system. 2024年工黨在全國大選內底用壓倒性勝利將保守黨趕落台，不過執政了後，無實現推動經濟成長政見，甲促銷退休族當天燃料補貼等錯誤政策，加上史凱團出首動力，任命駐美大使馬德森加入愛普斯坦承建交代，失去民心。面對黨內逼宮的聲音，史凱表示未離開會繼續前進時陣成立國家復興10年計劃。I'm not going to walk away from this. That would plunge the country into chaos. But that doesn't mean we don't need to respond. It doesn't mean we don't need to rebuild. It doesn't mean that we don't need to set out the path ahead. That's what I'm going to do in coming days. The things that we will do to take the country forward. 不過，工黨內應傳出可能首相競選，包含用工業物資罪法處理國民保健署改革衛生大臣斯特里廷，把最貴工黨領袖現任能源大臣梅勒班，因為應會稅政期失去了前副首相職務。不過，在基層有政權人氣的議員瑞娜，甲在地方執政表現真好，佮公開主張政治體制改革的曼徹斯特市長伯南，經濟部長韋斯特表示，除非黨內11進前天王史凱爾，若無也尋求議員支持發動黨內領導改戰。選舉，公視新聞張淑芬評語。泰國的前總理戴克辛去年因為牽涉貪污坐監1年，即陣互人解釋出來，伊的查某囝貝東丹，佮伊的一寡親人，佮黨內高層，佮幾落百的支持者，真濟人是攏專工來甲迎接。
10日早起，泰國前總理戴克辛行出萬國中加大門，新教導漢查某囝前總理被東單受攬了後，太太伊娜、孫仔攏來現場為泰黨高層政要的大金杯，也有數百支持戴克辛的紅衫群眾，因天未光就趕到家外口咧等，送花予戴克辛，表達始終的支持。วินาทีที่เห็นท่านนั้นมันตอบไม่ถูกพูดไม่ได้แบบมันแน่นไปหมดเลยดีใจมากจนน้ำตาไหลทำไปทำเพื่อประชาชนขอให้ประชาชนมีเต็มปากเต็มท้อง戴克辛對媒體表示，家己親像困當8個月，即馬真輕鬆，甚至有點講耍笑，講家己攏袂記哩，可能得到阿茲海默症。戴克辛自2023年結束15年海外流亡回國，因為擔任總理期間的濫權甲貪腐罪名被判刑8年，不過他被關押幾點鐘，就因為身體無舒適，判生特病院待6個月，一直到假釋，引起特權證據。去年9月，最高法院裁定戴克辛愛等加監，服完刑期。後來得到國王減刑做1年，實際服刑8個月了後得到假釋出監。未來4個月依然愛繼續掛電子下療，部分支持者是真唔甘，希望伊好好享受晚年生活。ให้เขาเป็นโลโปรไฟล์ไปดีกว่าเพราะว่าคือเขาถึงจุดสูงสุดไปแล้วครับก็ให้คนอื่นขึ้นมาแทนดีกว่าอยู่เงียบๆดีกว่าคนอาจจะหมั่นไส้น้อยกว่านี้戴克辛為2000年開始2擺當選泰國總理，草根民粹路線，真受農村的支持。伊個家族將和的政黨和風反腐20年，包含伊個小妹、外婿甲查某囝在內，一家出世的總理，和泰國親軍方甲紅色政權階層看作是主要對手。不過伊個查某囝被東單去年因為泰間衝突被解除總理職務，今年1月大選為泰黨拄到歷史的失敗，原來排名第3，影響力已經明顯落差。分析指出，戴克辛的釋放可能短期提前輸去，不過伊愛排真濟無解的案件，若閣高調涉及政治，可能引起新的對立反彈，有關充滿無確定性。公視新聞是會中電視。新的藥啊，要上市進前，攏用白鳥鼠或者石膏來做試驗。佇咧泰國高城的華府里府，就有人咧規劃用旱井掠高山啊，結果走私轉賣去予外國的廠商，一隻就化價發到大票100萬。一群仔跳起哩厝頂，一群仔聚集佇路邊。泰國中部的華府里府，因為宗教因素，認為狗是吉祥甲生命力的象徵。世界熱熱踅的狗群，正做當地特殊景象，嘛互華府里府有狗城的封號。不過，狗群自由生活的背後，煞有危機暗藏。因為狗的生理結構甲人類接近，是會當做臨床實驗的對象。有人就設陷阱甲掠，走私去其他國家的藥廠實驗室。We're seeing thousands of them being caught from the wild. Many here in Thailand, and then illegally smuggled into Laos or Cambodia, where they are then sold to Western countries. 這種狗的學名是長尾面狗，是瀕危的物種，受到泰國野生動物法規嚴格保護。泰國本地實驗室要有當局許可才會當獵，也是佇真空環境下繁殖。若准家己去野外獵來賣，是非法拍賣行為。None of the F-Zero monkeys we received have been trafficked. They are all captured by the centre's staff in their natural habitat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ities. 過去各國真濟實驗用的狗攏來自中國，不過中國官方佇2020年下令禁止兩種類出口。東南亞的跨國走私市場全安尼變甲更加猖狂。即馬一隻狗的價銷已經來到100多萬台票。佇2022年有幾來個柬埔寨官員因為涉嫌走私狗來予美國司法部起訴。公視新聞由派準編譯。無人介意塞車，不過有啥物辦法會當來解決呢？美國的新創公司推出空中計程車，嘛進行試飛。這種電動起降的飛行器袂有真大的噪音，閣會當縮短交通時間。未來1點鐘的路途，唔免10分鐘就會到位。袂塞車免彎路，按機場直接飛到市中心，這就是交比航空製造的電動空中計程車。而且佇肯納迪機場飛上天做實測，直接飛到曼哈頓停機坪。伊個外形含掠得起落，哪像直升機咧？不過空中計程車並唔是全部攏靠 propeller。And with lift, that means that the batteries don't have to produce as much power for the propellers because the wings are holding it up. It gives us further duration, and furthermore, it's quieter.
這種設計唔但減少食油，噪音嘛比傳統的直升機較低，更較適合都市的環境。操作上嘛大幅使用自動化的技術，透過即時運算調整，飛行更較穩定，嘛為未來高度自動化拍地基，對通勤族來講，減少真濟路程，這是上要緊的。未來往回Kennedy跟Manhattan這個後塞車的路段，較免10分鐘。Instead of hopping in your car this afternoon after the event for perhaps maybe more than an hour on the Bell Parkway, I could just be zipping to Lower Manhattan. 這屆試飛是1禮拜測試，目標是要讓空中客運車趕緊摕到認證，通做商業化。An electric air taxi flight from 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to a downtown heliport has never been seen before, anywhere in the world. 目前，包括中國、印度甲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攏在積極布局電動掠地起降的飛行器，要搶攻未來低空的運輸市場。即馬技術甲監管漸漸成熟，這種以早佇科幻片看到的空中客運車，愈來愈接近現實。不過，僑比航空閣咧等官方核准，班次甲票價嘛還未做最後的確定。業者期待會當甲高載費用控制甲和 Uber 的豪華車差不多。公視新聞林義竹編譯。英國有一個印度的西洋棋手普坦納，伊是干那11歲爾。不過，伊今年是已經成做英國排名第1的女棋手。伊講，伊未來目標就是要變做全世界上強的棋手之一。自身咧行棋，動作攏無丟除，敢若11歲印度的英國棋手普坦納是西洋棋界最近幾年真出眾的新人。伊佇今年4月拍敗中國的棋手姚嵐，正式成做全英國女子組排名上懸的棋手，佇全世界排第72。其實伊佇6年前才開始接觸西洋棋，輸動時間5月，伊有一位親人的朋友送因一套西洋棋。本來要提起關乎主線機構，不過普坦納感覺棋藝真特別，想要留落來做佚佗物仔。伊阿爸就趁機會教伊行棋的規則。When she was so inclined, we started taking her to the tournaments. That is where we thought she got a natural interest. So we started going tournaments after tournaments, and she was enjoying it. 這6年以來，普坦納有親人的小天，一路過關斬將，拍敗真濟有經驗的對手，已經得到女性國際大師的頭銜。還咧讀冊普坦納發現，行棋甲學校真濟學科攏有關係，讓伊的表現更較好。Links to so many school subjects like maths, it helps in calculation and music, it helps in pattern recognition, and I play the violin and I play a bit of piano. And in art, it helps with creativity, so it links with that. 路透社指出，因為最近幾年有真濟線頂的行棋的平台，會當甲青訓人也是電腦的模型練習，互因愈來愈會行棋。因為安尼有閣較濟棋手佇少年的時就得到真懸的地位。不過普坦納並無對伊目前的成就感覺滿足，伊表示伊的目標就是成做全世界上強的棋手之一。公視新聞由派準備譯。感謝你收看今仔日公視台語台新聞世界通，我是張曼婷。咱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再會。